香港在9月份即将举行立法会选举，中联办频频接触多位功能组别和所谓的独立候选人，引起泛民主派的不满。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呼吁港人要认清被赤化的立法会候选人，踊跃投票，共同抵抗中共赤化香港。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中联办近年来不断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尤其体现在上一届的区议会选舉和今屆的立法會選舉。他呼籲港人不要掉以輕心，必須清楚誰是赤化的候選人。首先就當然得到中聯辦資助或者支持嘅候選人。第二係中聯辦透過建制派組織。 或者係中資機構動員拉票支持嘅候選人。第三，可以支持政治化洗腦嘅國民教育嘅候選人。他強調，為了下一代，港人要踴躍出來投票，捍衛一國兩制和香港核心價值。捍衛法治，捍衛我哋而家享有嘅一切人權自由。 呢個先至係能夠令到香港唔單止長遠嚟講可以維持我哋嘅穩定同埋繁榮，亦都係香港對祖國好獨特嘅貢獻。所以我哋絕對係唔希望香港變紅，變成大陸化。陳方安生並說，洗腦式的國民教育令港人很擔心。他認為港府應先諮詢民意。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